小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住的汐止像是大花园，1、2月有樱花，3月有杜鹃花，4、5月会开什么花呢？对了，就是油桐花。从青山国中小旁的汐碇路上山，从秀峰国小上大尖山，从汐止国小过江北桥走汐万路，经过北港国小上五指山，都可以看到沿路的油桐花开，满地的落花就像白雪铺地一样，说美丽就有多美丽。现在听老师念这首诗分享给你。桐花为何会掉满地？5月雪的油桐花，雄蕊凄美飘落，白恓恓雪花堆叠满地。当雌花妈妈爱上雄花爸爸，蕊蕊相恋的爸妈将爱情结晶成胖嘟嘟的油桐果。绿油油胎 baby 在树上嗷嗷待哺，开花授粉的是爸爸，养育哺乳是妈妈。于是阿爸选了飘落，将乳粉留给树上的阿母，养育茁壮成长的油桐果。于是雄蕊挺立潇洒的，配着清风旋律飘落，堆满地的白色失魂凄凉意。于是雌蕊姿仪明媚地配着清风风华摇曳，挂满树的清纯阳光迎恋曲。桐花为何会掉满地？这就是死亡凋零，升华又重生，生命繁衍的真实意。油桐花是安怎会落到龟头骹咧？亲像5月细油桐花，光花点点啊飘落土，白黍黍的雪花铺甲规叶山的路。当担母花的阿母爱着光花的阿爸，两蕊花相依爱，甲爱情的结晶生做烘冷烘冷的油桐子。青冷冷的油桐子，伫树顶摇甲嘴仔开开，开花炭粉的是阿爸，青阳饲冷的是阿母。人讲坐囝饿死爸，阿爸飘落土，甲营养
留予树顶的阿母，养起一日一日大汉的油桐子。就安尼，光花飘撇徛起，探风的旋律轻轻啊落土，落规涂骹的凄凉，感动人心，亲像说白黍黍的魂魄。就安尼，舞花姿势美丽，探风轻轻啊摇摆旗叶，挂甲规树顶的日头光，吟唱因感动人心的恋情。油桐花是安怎会落甲规涂骹？这就是花开花莲，法演众生，代代生团真实的意义啦。